大家好，我是阿婷。这是网啊！我头拄我想讲哪有迄网啊的声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婷。我是 Lucy。欢迎收看。我的好朋友，伊是网啊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网啊。阮今仔来到这个所在，是一个最有名的山城。最有名的山城。你敢有听过水金九？水金九，无咧，迄是啥物啊？唔知对吧？所在吗？迄是算是一个足大的所在啊。有的人来遮拢会想到迄个乌圆啊，搁有啥物啊？黄金啊，搁有地楼。所以是你敢知？求婚啊？嘿，这是九份啊附近，以早有人甲这个山城叫做黄金山城。黄金山城，安尼听起来应该足好野呢。足好野，我嘛唔知呢，咱等下去看卖啊，遮以早有足好野。安尼，我讲学会着黄金。这可能就爱看你的技艺甲你的技术啦。北海岸就是阮阿公啊，伊都足爱驶车的。哦。啊，伊足爱驶迄落海边啊，迄条公路。啊，伊会带我去食迄落沙西米。啊，你等下敢有要带人去？安尼，咱看咱黄金乌偌大地，咱决定要吃决定黄金的重量决定咱今仔食的沙西米。所以遮有你甲阿公的记忆呢，遮有一个足大的金。哦，真正是足大的金呢。你拢一定问我，你敢有来过？你是不是嘛无来过？其实我嘛是第一届来。你今仔来遮想要看啥？金啊，咱唔是要去学金啊吗？你要去学金啊是无？系啊。我今仔有炸一罐这，噔噔。啊，你都哪会遮少哈？啊，这吼，这是我甲一个先拜东来的，是东来，我就是你家己说出来，你才搞。摕来分你鼻芳一个尔啦。我鼻芳敢有芳。今仔日要找阿姚老师，看伊会当甲咱讲因有啥物故事。而且我嘛最想要知影，咱伫咧网甲内底拢看到迄金啊，全拢是乌山乌乌的乌。感觉是乌山乌出来。对啊，毋过这看起来就毋是。系啊。好，安尼咱等下就等伊要用煞，咱找伊来佚佗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结果是我舞唔到所在，老师是伫黄金水墙，毋是黄金博物馆啦，赶紧来去。啊，水墙高啊！是水墙呢。咱来找看卖老师伫倒位。好，你敢有跟老师约好？哪像有跟哪像无呢？什么意思？还要一个人咧乌石头，老师。阿姚老师是地质专家，专门研究地质多样性甲保育，嘛参与几啊个无同款的地质公园的创立甲经营。哎呦，你一来就咧找石头。这蛮多夸我摕我的汉片出来。那有一见面就金金的啦。对啊，人来到唔好再搞咧做。哎呀，老师，你哪看哪甲你小感觉？这是网啊。网啊你好。啊，唔通个跑。袂。我唔怕尔啦。唔知你敢搞啊？结果会看一个人伫遐捡石头。要看卖吗？袂，倒一点较明显，一个吗？这较边啊？哦，金细细呢。这乌的敢若嘛是空的。真的呢。你看有迄个。哇，想袂到你这黄金水墙边啊，有石头通好捡。好啦，恁是想讲约伫遮黄金水墙，这骹就有水墙不是应该捞黄金出来吗？那遮拢黄金，毋就拢去人无是啊。是讲老师，我以前来的时阵，我会记得伊的色水比这较红、较乌安尼。看季节吧。咱即摆讲这叫做黄金水墙，是因为色是黄金色。但是遮无黄金。是一般咱目睭看就即个色，遮搁伫咧矿山，所以互这名较水，所以人才会来遮看。毋过淡薄仔有关系啦，咱拢敢知影遮水墙，你知影水墙安怎啦？水墙毋是就是溪水到一个较悬的所在呛落来就变水墙。但是为什么黄金色的？黄金色的，是这个石头的色吗？这就甲矿有关系，你毋知水墙顶头就是矿坑。是哦。矿坑的地下水，无地流对这个山壁落来，本来叫条溪啦。毋知安怎。有一缸水对顶悬迄坑，木出来，
啊，这山坡地规个就去互水淹起来。啊，矿坑内底流出来水有矿物质啦，啊有特别是铁，哦，其实咱看这种铁线呐，铁线的是铁啊，哎呐，讲铁线水墙哦，敢有人要来啊啦，这叫水墙，铁线水墙，无人要来啊啦。矿坑墙出来的石头，可能嘛是淡薄仔的，淡薄仔，淡薄仔啦，洞的石头，懂，有偌侪黄金算做，一趴，伤多，一趴就1公斤啊呢。一栋呢，一洞内底若有1公尺算多，3栋嘛车一车转去，你就就有几千块。咱找矿是讲有金就好啊，爱顺啊，所以爱小谈一下，啊无咱咧做白工，最惊咧来遮是要教恁安怎？这袂使翕无？这知人知着，这袂使翕啊，袂使翕啊。哎，老师，咱今晚要去倒？你要传去倒？要去倒？头拄仔讲的啊，来山顶找黄金嘛。好啊，行。哦，咱来遮，咱会当看到上水的，就是这个角度看地高山。地高山。你看迄地高的喙豆豆会出现。地高山，人讲就是你要看对这个角度看是上水上色，吼，毋免爬到盖山顶就看会到。啊，你看有人咧爬山吼，迄一条米啊，细细啊，白白嘿。啊，迄白白下骹迄红红，迄是植物还是？嘿，敢若是生伫咧迄个干壁顶头青地啊，啥物迄种。啊，毋知安怎是红色。啊，若日头落山，佫笑伫咧顶悬，哇，反光咧，真正哇！我刚才我想讲，白书真正有唱啥物唱金马对。啊，在地人吼，因听因的时代咧讲哦，挖矿即坑好坑也歹坑。真正做矿工爱入去坑，好坑就是歹坑就是安怎拢无去。啊，啥物叫好坑？叫大钓金。大钓金。好钓足侪金，大钓金啊！即坑大钓金，一个金坑一个坑。这大个。所以好坑啊，歹坑是矿。我毋知，我感觉伫咧因即个矿山内底讲好坑歹坑，就有感觉。系啊，足真诶。真正是好坑，真正是好坑甲歹坑。这座就是鸡人山，这鸡人山伊无矿化对无？所以伊的地形看起来较平、较缓对无？啊，你看咱的矿山就是安尼，矿化了就平的。你看伊先矿了会袂输敢若灌按摩头灌出来，伊变足窄的、足密的。原本遮拢。即位算是水生岩嘛，空棚内底会当养的拢养起，啊烧水内底会当家伊踢咧棚的全部拢做家踢起。伫咧山顶爬山时阵，看这爱洗哩，这无洗刮着真正会流血。啊，恁甲恁家知安怎找矿啊吼？来矿山毋通戆啊，踮爬山尔，有诶时阵我着加减骹边石头捡起来看。矿物你到结晶时常会伫咧有芳。有芳的所在较会结晶，所以你若冰冰的看，都有芳，就当找看卖。愈杂伊的声就愈响。这小可生身吼，所以毋知伊是毋是有含一寡铁矿伫内底。声完全无共的。哎呀，老师，咱即摆要去倒位？咱即摆。咱就来海边，好，沿这溪流向下骹来吹看，这个矿石若流去到海边，会使变成什么款？哦，好啊。啊嘛来对海边看规个矿山，伊生做啥物件？拄啊，咱按山顶落来到遮，你要带咱来看啥物啊？这水南洞。这就是水南洞哦。是，所以咱来金瓜石，毋是干那伫咧山顶看找金尔。水南洞对规个矿山来讲最重要。这就是上出名的13站。我知影。啊，13站是要创啥用？这13站是真正13站哦。我无算过咧，应该是有啦。常常赛车经过，知影叫13站。来，我甲你问，咱头拄仔伫咧山顶踩着矿。矿就按一粒一粒，按摕去卖就有钱吗？
无法度吧？伊迄一只足细粒的卡伫内底，啊是要安怎甲伊摕出来？你佮讲好喙吗？当然，爱讲好喙啊，爱去摕电啊，爱去选控啊，是毋是？啊，所以这工程是为着要摕电选控，哦，再去，是要双孔。才会当起工程，才会当起宿舍，啊，当然豆豆。所以规片拢甲包起来。啊，就一站来甲伊起起，变到13站。所以咱来到金龟石，袂当干那知影讲金龟石产黄金，铜嘛最重要。铜嘛最多。金甲铜，或者是金铜的矿山。你有啥问题想要问老师的吗？我想讲，倒位会使学着，咱就紧出发。遮尔想要学，是啊。一心想要学物件，换成生命。我来海边啊找一位，看有法度，互你看到啥物好看的。搁有所在。嘿，我唱足侪步的行，对我行。一心想要学着物。上水来看鸡人山甲阴阳海。来遮毋是干看景呢，要看卖啥物？我帮他讲。迄台语要安怎讲啊？海大。海胆，你看，遮尔侪山甲化石缀做伙，搁有水会发生啥物代志？化石淡薄的氧气。哦，氧气。嘿，介质的氧气，这氧气会通入去遮山的棚内底，所以会结甲较定。所以啥哪会有这安尼芳修，就是伊差不多介质拢伫咧山内底，所以伊是规地足定的。啊，所以伊是，毋是讲遮，我感觉应该毋是讲遮较弱，还是拄好遮着乌空，啊其他的所在就变较定。啊，看愈往头嘛，淡薄仔是即种，所以伊边仔的化石较侪。所以伊咧形成甘蔗时阵，伊四颗位啊，拢去互迄介质控调的。所以就毋是较定，所以风咧吹、水咧呛的时阵，伊就较袂放气嘛。啊，下底无介质的所在，就一直变油气。哦，了解。哦，我即摆才看到老师举一支呢。老师头拄啊，一支。为车落来都已经举一支。假死啊！我无注意到。人多所在千万不通摕出来。身为一个地质家，随身炸这支是最正确。提醒哦，海边物件袂当乌白滚，化石咱嘛要好好啊保护，所以咱看到好。啊，等下有看到有一寡石头，较一般的，咱才来过。咱小可看会出地层的方向对吧？地层是安尼行对吧？啊，所以你感觉化石伊沉落海底时阵，伊安怎沉？沿一抓安尼过，所以你看，咱对这个侧面来看，你就知影。真的呢。对。因为是扁啊，这明显的。所以伊会一抓一抓。对呢。人讲敢若开花共款啊。哦，对呢。无斑的迄个花。对啊，有这么足侪呢。还有足侪阮囝，你看。恁囝是恁囝。伊叫啥名？蚊啊囝。蚊仔囝。所以咱来看哦，咱台湾海边这种山岩，这叫做新魂化石。这原本你会想会到讲这海底是这种沙坡地。对。啊，淡薄有生物嘛，对无？头拄有看到金嘛，啊有诶有啥物虫有虾啊啥，啊若住咧山内底，会落空，有诶是白，有诶是软，啊有诶熟，有诶要食物件，所以留一寡分粒哦，伊洼地诶分粒哦，生存诶分粒伫顶悬，阮叫做生魂诶化石，表示遮有人。叫大过，有啥物生物活动过，嘿，活动。所以这种嘛，这嘛是一种化石。是。所以咱若去海边、溪边留一个卡粒、卡印伫遐，捡抬起来，未来的人要，迄嘛是一种化石，会表示遮有人，有一个有臭骹烧的人打过，啊有大细细吼，有这种敢若开花，啊有足大拱，这反射嘛是，所以毋但有海胆。海胆可能是活咧遮，啊嘛可能死去去藏在遮，遮堆规堆。所以咱讲保护化石、保护石头，嘛是咧保护生态。古早的生态，啊第二伊嘛甲即摆的生态有关系啊。哦，你头拄看到海蛤蜊嘛，有鱼嘛有鱼，啊伫这窟仔内底生存，啊搁头拄有看到花，啊是其实咱的地球的环境是遮的所有。有生命无生命物件，做伙组成，
咱讲的自然保育，保育啥？乌熊，保育蜡李，保育花草鸟啊，无啊。啊，这咧，石头咧，石头嘛是自然啊。那会咱讲的自然保育时常甲即块放袂去，咱的这毋是咱的祖先啦吼，这是其他生物的祖先，这是地球过去的历史啊，咱会保留啊。亲像咱头拄仔讲的，咱要保护矿山的历史，咱会甲这个故事讲落。咱要保护地球的历史咧，都爱甲这对，嘛就要甲地球的历史搁传落。老师，这个海胆的色阁无共款啊。对啊，咱会当看到安尼一轮一轮，就清楚啦。对咱海边伫对起，虽然山顶有较粗啦，毋过你会看调查出来，这是拢共一站，伊咧扛到山顶。哎呀，老师讲，这是一站一站的水性岩嘛。是。啊，咱伫山头看到迄是啥物？咱叫迄叫啥物岩？换质岩。哦，换质岩。啊，搁正边的鸡人山。叫做嘿啥？问你。三种啊，老师今仔讲三种。火星岩。火星岩。对嘛是安尼嘛对。是，对。所以这一道看了的。是啊，所以这足丰富的啊。赞的咧。海边搁较趣味，海边拄好山顶，啥物石头的拢拎来食。那安尼听起来，老师是要带咱去找海边的石头。遐，遐听吗？遐有石头足济。哦耶，好，会当来去。第一步就是要有控化的，所以你先去讲啊。老师，你甲胡秋老师是毋是有做一条歌啊？对啊，当初就是头一届，阮想讲招台语的囡仔，去到地调所做一寡地质的导览。想讲空吹报纸，无趣味，胡秋的老师就想到，无咱要介绍上基本的，咱地球顶面三种岩石，咱今日有讲到水性岩、火性岩，搁有一个无介绍叫做变质岩。伊三种的特色，水性岩所有介绍过，因为伫咧海底一层一层来沉积出来，所以一层一层。水性岩是水性岩。火性岩咧，一般本地是岩浆，岩浆豆豆啊变冷，缩起来，就一点一点的矿物结晶出来，所以咱时常看到火性岩就一点一点，所以咱用一点一点来介绍火性岩。变质岩，咱去到去。塔罗库啊，去咱较山区的所在，时常会看到遐山壁，那弯弯翘翘，特别塔罗库遐，对，拢水的，足水的，所以咱有这印象，咱就介绍弯弯翘翘变质岩。一站一站什么岩？水性岩。赞哦。一点一点什么岩？变质岩。搁一盖。变你想对火星岩对，火星岩，弯弯翘翘，变质岩。学起来咧。有啊，简单的考怪。赞哦。对，你看阿定拢知影爱找有芳大坑，矿物咧结晶的时阵，伊只要卡落会当去发甲较大气。我叫着浮石，赞哦。酸蚵。搁有两粒。唔知是啥，这两个坑内底拢有物件。这四角讲是头拄啊，阿西兄讲的迄中间石。有可能。咱即摆石头看了啊，嘛是无啥物呢。无来海底掠鱼，你有听过鸡人山的矿泉水？有听过，毋捌看过。要啉青的无？会当啉哦。加啉就来啉看觅。加啉就来啉。啉就马仔，无鱼，水嘛好。好。行。这叫做古水诶。哇，这一个爱心。这个你会买爱心？我的爱心较古水。顶悬有一撮较粗哦，爱说你。你敢爬会起哩？帮啊，老师那苦落来啊？老师苦落来一定是有好耍的物件啦。
老师，你带阮来遮要创啊？你哪哭落来啊？哦，我这水都清的呢。会对啊，我毋是讲要带恁来看这矿泉水。哦，这就是矿泉水就哦，是啊，做冰的呢。足清气的，迄水底还有足大只虾仔咧扫。啊，老师要带你来抓沙西米。所以我今日沙西米要家己抓吗？嘿嘿，啊，我无看到鱼啦，虾仔的部分。哦，真正呢，足大只的。虾仔会使。当初吼，应该是即个矿场啊，嘿，咧起的时阵，选矿、采矿，伊选矿、炼矿一定需要水，对啊啊，再搁起宿舍，绝对需要水。是，所以必须要找一个水源来解决用水问题。因为你看黄金水厂，早期遐水因为采矿的关系，迄水一定是垃圾，伊无法度用。所以拄好，即粒鸡人山，伊是无空的上大的水库，水质好，哦，你要啉也会使，工厂要用也会使，哦，所以伊就直接起一个抽水站，啊，将这个水抽去你工厂用，还是徛家要用，拢会使。讲到鸡人山，你看水底这个石头浸伫水的，足清楚的，一点一点什么？火星岩，对，火星。我即个无漏去。这特别，咱讲这叫做鞍山岩嘛，吼，鞍山岩，伊的特色就是白色的底，啊有乌色的矿物甲白色的矿物，所以白色的。乌色的矿物啊以前因遐有一个，敢若是有一个矿坑有出泉，啊矿坑已经废矿无咧用啊，啊无采矿，啊无来采矿泉水，啊你若要食青的，上青的伫遮，哦你炸一个茶果，请驶来遮，茶果甲香好烧泡入去，杯咖啡啊盖赞泡茶，哦，泡咖啡，对呢，盖赞对吧？盖赞，对。咖啡老师，你敢有听过一种迄个岩石，讲会当过滤水的，敢是甲这有关系？啥物卖啥物的？卖饭石哦。对，卖饭石。啊，卖饭石其实伊就是鞍山岩，卖饭石伊是伊的鞍山岩内底有一个矿物去哦，咱讲废石。嘿，来取代，废石有过滤足好的过滤的效果，啊，伊会甲迄个杂质来吸收起哦，原来是安尼。所以一般来讲，严格来讲要有废石的，再好才是这算卖饭石了对啊。啊，即马一般的人敢看外形尔，所以只有看伊嘛讲啊，这是卖饭石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但一般来讲，咱伫咧山水底地下水对山底流出来，基本上拢有过滤的效果。其实山内底加减拢有芳，迄岩石的芳其实就会当欠水。所以这大粒的山，这对伊来讲，这小小一缸水。所以我想应该是规年通天是拢有水。所以一粒山袂输迄一粒水库共款。对啊，所以内底甘水安尼。足珍贵。啊嘛，甲咱的生活是足大活的，只是咱即摆拢接这水道水自来水，拢毋知影讲哦，原来山会当互咱水，毋是互咱空的。我先想要问问啊，你敢知影？我甲我考。水金九是啥物货？水金九，敢是这水嘛是算水？敢是水金九。金是啥？金龟石。金龟石。九咧。九高魂啊吗？嘿，对。哦，你做够药的呢。出这三个所在，因为这三个所在当初拢是矿山的聚落嘛，对吧？所以咱讲水南洞、金龟石甲高魂啊，这三水南洞。咱以这矿山的范围要来成立一个地质公园。咱要讲的故事，毋那干那对咱的历史，是要对地球上深的历史故事。来一层一层塌出来，咱会当搁较深入咱的土地。今日安尼听起来，感觉这个石头甲这几粒山，敢若一个图书馆，感觉是规个拢是一个故事，敢若电影，敢若图书馆同款。我嘛感觉，哦，原来内底有遮侪，毋那是矿物这种宝藏，搁有足侪文化的宝藏。以前拢咻一下就走起来，哦，啊，即马较深入去看，搁熟悉一寡迄落。内底先摆感觉足趣味。咱今仔日其实拢无学到啥物物件，后摆搁来找遐迄个山顶的先摆来佚佗。安尼来食沙西米哦。好，行，来去食沙西米。行。赞。
我坐咧一个卡车就停出来。哎呦，你这巧。搞啊！